单红仔标，规则，一个人出一张红仔标，轮流用你的手指头仔来弹即张红仔标，看啥物人会当甲伊拍去你对方的红仔标顶悬，你就赢咯。你会当甲伊的牌仔摕走。好，已经出好啊，一张蓝色的。开始，你先。着我，搁着我。哦，啥物人赢啊？相信这看了足清楚的，我赢咯。搁来一届，我出一张美丽的公主，伊出一张，开始。哦，差一点点啊！哎，伊一出来，哎呀，伊甲我底啊，伊赢咯。送你，你会当甲伊摕走咯。这就是单红仔标。